还记得节目中曾经介绍过的天冠一帽苏启松及苏建安老师吗？苏家兄弟两人从事传统银帽工艺已累积80年功力，多年来在各项台湾工艺竞赛中不断的接受挑战，连续获得台南府城传统工艺第1名及4次的国家工艺奖的殊荣，更是获颁台湾工艺之家及台湾良品美器的肯定。而后成立舒服柳营品牌，让工艺美学能进入生活之中。如今苏家兄弟为了让自己用尽一生精力的作品有典藏展示的空间，也希望可以将一生的技艺得以传承，而成立的天冠工艺美学馆。会想要有这样的一个空间，我想是来自于我们兄弟这么多年的工艺那么久。那我想说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历练之后，那我应该又要做什么？那当下我就跟我哥有所讨论，我们是否要做一点不一样的？因为银帽工艺讲在一辈子也做不完。那我们觉得说好，那是否要有不一样的想法的时候，那又要做什么？这个就衍生了很多想法比如说我们要去展览我们要去做什么？我想无非的这个就是一种好像要去赚钱一样，可是这个不是我们真正的需求。那还有关于说年纪也渐渐长大又大了，然后我想说，那是否我们来做一个有意义的事情？所以说传承这一方面，除了我要典藏我们2个兄弟多年下来的作品之外，这个是一个基本款，就是说把我们的作品把它收集起来，那放在一个地方，于是有这个馆的呈现。那这个馆的呈现，或许又会想，不只是做典藏甚至有老师傅的一个遗传下来的一个东西甚至他的工具，还有他的作品。那之后呢，就会再衍生一个，是否我们要传承？我就是说，想一想到最后，反而是传承是后续的重点，因为我们的文化不能有段落，一个国家不能也没有文化，那我们的各方面就会产生了很多的问题。好，那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动机产生之后，我们就要去落实它。那当然落实不是1-2年时间，是蛮漫长的一段时间。所以说公益生活美学馆那变成是由这样而来产生。那我们想说，把它步入到一个甚至传承典藏，甚至教学展览甚至导览，我们都可以去具备的它。还有台南市府城传统工艺协会工艺美学馆开幕当天，现场众多贵宾与会，尤其多位文化界人士也共襄盛举，更增添浓浓的庆贺与文艺气氛。我想他们兄弟分工得很好，还是大哥坐镇然后由那个弟弟到外面发表有一些创意所以因为他们的努力事实上他们的作品已经不止在国内而已，事实上他也漂洋过海，像法国的罗浮宫，德国的法兰克福的展览，意大利的米兰家具展，还有日本的都有当然大陆就不用跟讲了，他经常去，而且很多产品都已经被收藏。那像这个在这里面看到的有很多事实上都是人家很多的定制人的收藏过去。另外我们文化部最近一直在提倡的一个就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保存，但是除了保存以外，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就怎么再生。我想苏老师他们事实上都已经做到这一点。他除了保存以外，把这传统技艺把它传播出去以外，你看各位可以看到，他这样跟时尚结合，做了很多很时尚的东西，在一般家庭都可以用。所以他已经把它除了用传统的技术把它转换成一个很特别的、很时尚的东西。这几年来，其实咱这个城市有足侪传统的工艺，其实人讲传统工艺慢慢在没落。其实我这几年看到台南市的传统工艺，其实是愈来愈发展。不管是水莲兄恁的会议，还是李文清李理事长恁的会，还是南美会陈理事长，包括伊本身，包括建安兄苏董事长，
大家对传统工艺拢非常的努力去推销。拄啊，咱看到工艺坊内底的创作，大家拢做少年的哦。嘉耀科大马来因的学校开启了这样子的一个课程，让建安乡会当去传承因的技术。所以我就感觉讲，哇，咱这个城市以传统这块会当讲是无去失去，愈来愈发展。但是我们也从传统当中走出新意，所以非常感谢啊陈副主任啊徐主任，咱的公益中心其实一直在辅导咱这块，所以咱较有机会。想讲建安乡伊的作品，有法度去罗浮宫展览，有法度去到欧美去展览，让大家看到哇，传统的工艺，还有从传统工艺走出来的新美学。和一般展览馆不同的是，工艺美学馆内的工艺品，并非只是摆放在橱窗里的展示品，而是透过日常生活般的空间设计，将工艺美学巧妙地融入。让参观者在欣赏作品的同时，也达到了生活美学观念的提升。天冠工艺美学馆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说，让民众了解之外，而能够达到它能够被使用，而是说，不是我们去看一个博物馆，去看一看出来，只是就会觉得说，好漂亮，就像看故宫，就哇，以前的人好厉害，怎么样？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可是。我们要落实在生活的民众，不只是这样，而是让你可以去看得到、碰得到，甚至说以前人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而产生这一些工艺品，这是一个互动的一个模式。甚至说，我们这边有工作教室，那让民众看完之后，甚至他要去体验的时候，下场体验的时候，他都可以变成说，我来下场做一做看一下，甚至能够做出什么东西。那个才是真正落实生活，他有所有转，说不定他真的有兴趣，以后转入他这个行业，我们也好像变成一个教育一样。接下来，在苏建安老师的带领解说之下，我们一起来欣赏天冠工艺美学馆的工艺典藏品吧。好，我们来看这一区。那这一区呢，我来介绍这一件作品。这件作品的名称叫相依相偎。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件作品，它是一个复合媒材。它是一根很大的一个木头，已经枯萎了，它是七里香。那我们再把我们的银饰品把它布陈上去。那为什么会叫相依相偎？因为它是相互依靠。那它真正的使用，它是一张椅子，它是可以被使用的。我觉得生活当中，如果这件作品可以被使用的话，它就又有了生命。那当然，有了生命之后，我们在工艺的部署上，我们可以来了解一下它是一个葡萄叶的一个生成那葡萄慢慢生长出来上面有栖息在蝴蝶这两只蝴蝶这里有葡萄一串葡萄。那我们待会再转一下说，它是可以放一个盘子，等一下我们来示范一下。那我们可以转过来，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后面呢。它衍生了很多一些昆虫比如说它这里有两只壁虎在抢这一颗葡萄，而且它的生命力就慢慢生长。在我背后面这一些作品呢比如说这件它是九龙神户，它是由9条龙慢慢衍生而来上面是王者之尊，那下面就是有8条龙这样环环相扣而上这是神明的手拿的神户那变成说它在这个工艺的精湛度都不一样它是用展工的概念而做的。那这里呢是我们的舒服柳银的一个作品，它是在新娘佩戴或者是在一个场合所佩戴的饰品它每一个都是用以刮金双色的技法它是产生了一个很极致的一个工艺的技巧可以让出嫁的女儿可以被收藏，还是在一个婚宴上都可以去佩戴它。它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灯饰，那我们各位看一下，上面是一个云的一个概念，那我们结上竹子那变成说原来也可以用复合媒材的概念来使用那这个也是一样。那这里呢就是一个灯
啊，这是一个我们宗教的一个8凤的一个灯哦，祥凤。那每一只啊凤都环绕了四面八方，点亮了啊这个空间。所以说啊，这样的一个银饰品，让他觉得说啊，原来也可以那么的精湛，是。啊，这个是台灯啊，这个台灯呢是在生活上也可以被使用的哦，就是放在桌子上哦，那是用羽毛的这样的羽翼的一个概念下去制作。接下来这一区以苏建安老师艺术创作品为主，透过传统技术萃取生活中的文化，运用在时尚的居家饰品，发展出时尚生活美学。而这一系列的作品也表现出苏建安老师精湛的技艺与匠心独具的创意思维。再来呢，我们来介绍这个区块啊，这个区块是属于比较时尚这一方面啊。那这个时尚这一方面，当然它的功法也是从传统而来。那我们来看这些作品啊，比如说啊，我们在我右手边这一件作品，它是平安富贵，它也曾经我们台南市第1名的作品。那这个平安富贵呢，它也是用镂空的技法下去做，那也很传统。可是我们做出一个厅前式的一个完美的一个作品，让他参观的时候，它是很漂亮的。所以说我们取名叫平安富贵。那这边再上来这一件呢，它是光线的引领，它是参加意大利米兰展的一个作品，它是用我们最基本的银线的概念下去制作。那变成是一个镂空的一件作品，那它是一对，它旁边花不一定要从正中央插，它可以从旁边来做插入的一个动作，那当然这里大部分都是以镂空作品为主好，我们来介绍这边双龙绕云品。双龙绕云品呢，它也是结合了我们的那个云品的这样的概念，可是加上我们传统的技法，那变成说它是有一对龙。在环绕瓶子，那下面有水族，有一些乌龟啊、螃蟹啊、龙虾啊，在那边聚集嬉戏，那变成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镂空的一件作品。那下面就是展工，它是龙凤盘啊，都是一些用的一个盘子那展现一些龙跟凤、九龙跟九凤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上面的作品都是一样，类似这样的一个作品。那再来这一件就是浮在眼前。那浮在眼前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它是有2只辮炉面对面，那中间有一颗眼睛，我们把它取名叫浮在眼前。它是展工技法跟柳丝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下去制作。那当然它也有纳彩的一个含义在里面。所以说在传统这一方面，你就会隐约在时尚也跑不了传统。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很棒的结合。对。当传统的神明帽走到21世纪，会闪耀出什么样的光芒呢？在工艺美学馆的传统神帽展示区中，可以欣赏到苏氏兄弟在传统技法领域上的创新。巧手制作的神明银帽，不止一古一今，更让人为之惊艳。我们进到这个区块呢，它是以传统的作品为主。妈祖帽呢，它是将近有20多年的作品了。那以前呢，我们的官帽就是这样的一个华丽跟那么的传统所以说它完全用我们银线拉丝的技法下去制作。所以说这一件作品里面包含了一些九龙还有一些六凤，还有一些鳌鱼还有一些祥凤都包含了在里面。那里面的它外观看起来，我们在设计的就很像一间妈祖庙的概念你在远远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哇，好像一间庙宇里面的一个概念跟气势所以说那时候的设计，我们就是以这样的观念跟想法来制作做得很复杂做得很复杂再来我们来看这一件呢，也是妈祖帽，可是它是古体的。可是这件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它的一个做工，它是以展工跟踏工的技法2个工法的技巧
它的龙头啊，它要引起的非常非常的高它才有办法做。而且9只龙头啊，甚至我们还用钻石的一个打法，让每个龙头都是很亮的，好像说每个龙头就镶上钻石一样亮晶晶的。甚至它的一个垂珠，我们也运用的银珠的概念来制作。那下面用了柳丝花，所以说这一件工法含了7大工法在里面，7大工法的极致度。那我们来看上面这件作品，这件作品是我最早以前参加比赛的一件作品，也是国家工艺奖的作品九里跃龙门9里跃龙门。我们来介绍一下，它每一条鱼都会动它每一条鱼都会动，而不是说只是一条固定的在那边，每个身体它是会晃动的光是要排这9条鱼我们就花了3天3夜3天3夜的时间，因为你一眼看去，你要让它知道它的鱼啊，每一只的姿势都要不一样，那看起来就是很活跃的感觉。好，那接下来就是说这件古体龙的地貌，那古体龙的地貌呢它是用一个很古体的龙的概念下去制作，那它也是一样，它是用柳丝下去缠绕的，而且很复杂的工法，让慢慢一片一片所组装起来所以说这也是非常极致的作品。那上面这一件呢是凤冠公主帽凤冠公主帽它是属于公主在佩戴的一件饰品，那以前也是非常的华丽，而且它这是用银帽的这样的一个制作手法，360度的环绕360，而且加上我们的镀金双色的技法，让它呈现不一样的立体的感受。里面有一些叶子啦、牡丹啦还有凤的一个飞翔最上面就是一个凤凰的一个概念那如果真的戴上去的时候，晃动的时候，就好像女生摇曳生姿的这样的一个感觉非常的华丽。那我们来看这一件在去年这是凤簪，是良品美器得奖作品。这是一个女生在佩戴的一个发簪。那这个发簪呢，就是好像在皇室里面，它是非常有贵气的就非常贵气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佩戴在人的身上还是神明的身上，都非常的棒。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就是说比较创意的，这个就是大家知道我们台南有赤坎楼，赤坎楼有9只一般的民众都会说是乌龟我们来讲一下，这不是乌龟，它是赑屃，龙生9子的老大龙生9子的老大，它可以载重到一个城堡的重量。当然，这个都是一个民间的传说。那我们用这样的一个赑屃这样的一个概念，把它变成文创作品，而且它把上面载重的一个碑文，我们把它变成名片让它变成个我是随时可得的一个名片。那把它放在一个乌龟的上面，就好像赑屃在载重一样跟这个它也是有文字的。好，那接下来这一件呢，就是龙烛台。这个龙烛台呢，是我耗了最多时间的一件作品耗了将近就是超过1年以上这个烛台呢，它完全是用纯银打造完全纯银打造。那它是立体的龙柱立体的龙柱下去制作的，而且每一片的鳞片都是手工一片一片下去剪下来他所拿的球也是镂空用竹编的一个概念的镂空下去制作龙爪还有一些身体还有下面的凤就是以这样的一个很传统的龙烛台的制作方法下去制作。好，我来介绍这件作品。这件作品也是后期是因为说有这个空间之后，背景我们应该要怎么做，所以说我想到一个用其他金属线的一个概念，也是类似针箔，因为我对针箔也蛮喜欢的。可是真正的针箔放在室内里面
讲在你没有浇水、没有晒太阳，它已经会枯萎。我就是说对于生命的一个尊重。那我讲说，我们来制作一个类似这样的一个增柏的一个概念那它是用这样的一个，先把支架各方面先把它架构完成之后它再把一朵一朵编织，再把它穿进在里面就变成一个它是还是可以有摇曳风姿的一个增柏。那这样的这个瓮呢，是我小时候的米瓮。那这个小时候的米瓮呢，我就把它拿过来当做它的一个底座那它上面放上一些珠珠跟玛瑙那这个米瓮呢，将近也有100年了对我人生的记忆的非常的重要所以说我就把它放在这个空间做了一个珍藏跟典藏下来，那也非常的美。我觉得生活的美感就要从日常生活去挖掘不断的尝试与体验。除了作品展示外，馆内整体布置仿照传统工作室进行陈设装饰，可一窥老一辈精工师傅曾使用过的工具与作品，了解工匠艺师的传统技法。像目前我们有在学校跟做一个合作，那进入到一个教学。那我想说学生他真正想学的时候，又跟民众不一样了。可是当我们要跟他去讲解这些工艺的时候，我们基本上会做一个比如说上课，让他去了解工艺的精彩度在哪里。我们做一个好像一个演讲一样。那讲完之后呢，我们就会带他们去导览参观这些作品。那这作品的一个细腻度跟技巧，他们说不定听起来可能说还是不是那么的懂，可是几次过后，让他进入到后续的体验的时候，他的感觉就出来了。我觉得说这是小朋友他一贯作业都在里面的，而不是说我还要跳在哪一个地方。所以说学生的教法跟一般民众的参观那是不一样的。民众的参观是让他了解我们的文化的一个基底跟内涵，而不是说只是一个我还要再教什么。我觉得这个不一样。那学生的话，他是进入到一个传承的一个目的。那怎么样让他更深入的了解里面的技巧在哪里？所以说工艺只要掌握了技巧技法，我觉得或许就不是很难。自己属于他自己的配备的工具还有榔头。所以为了真正做到传承与扎根，在工艺美学馆内也特别规划了巷子精工坊传统工艺教学区，让参与的学员可以从做中学，透过学习来体验工艺之美。在工艺美学馆开幕当天，也与国立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及嘉南药理大学签订合作备忘录，未来将共同推动工艺文化教育，促进工艺活动交流与合作。如果民众进来参观我想无非的就是一种想看看什么不一样的。可是我们要的不只是这样，我们要真正的是传达到一个我们在地的工艺的一个精神。那台南的文化，我觉得是很深根的。那怎么样而且银帽这个行业在台南是一个大本营。那我想要落实在一个在地的一个地方的时候，我们不只是要让你只是看一看，而是要传达说这样的文化精神为什么会在台南生根，有它的道理在，这是第一。那再来呢，就是让这样的一个工艺传达到每个人的生活甚至我想说 DIY， 甚至民众拿着一把尖嘴钳、一把铜线、一条铜线，他就可以去做一件饰品，可以，不是不行。那这样的工艺传达到每个人的心里的时候，他就会有这样的去感受说，原来金属不是那么的硬邦邦，它是可以来变成日常生活的饰品。从传统文化这样的出发点，有的人觉得传统的工艺好像很深，好像也只能看，也不能去动到它，因为它是属于特殊的这样的一个工艺。那我想说如果说可以进入到每个人的生活的时候，那就会不一样，那人家就会有所感受。
那让看的人觉得说，哇，原来我们的台南的工艺文化是那么的扎深，是那么的有意义。在舒氏兄弟努力之下，将自己在精工领域的毕生所学，在工艺美学馆中完美呈现。也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天冠工业美学馆来欣赏台湾传统的工艺之美。